当兄，亲像韩姑娘这种不嫁相传的姑娘，你还阁伫咧看人袂介意，你是暗算这世人无要娶妻？邪事若无拄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，我甘愿这世人唔娶。王弟啊，国王最近定来破病，你安尼偏偏要为了这件代志，搁互国王来为你操心。凤姐，新儿对韩素英只是感恩，并无感情啊。哦，我甘愿为韩姑娘打破铁找遍全国，替韩姑娘选一个品貌相传的如意郎君啊！龙主，启禀龙主，韩国牛含泪走出恭喜了。韩姑娘，恁兄妹拢是阮西辽国的公事，也毋过对着你心思的代志，我早伫咧天宝山就有发现了。你这里放心，这件代志，查家会尽力促成这件婚事。多谢公主，免客。太秦郎求见。不要紧，你若歹势直接甲伊见面，无你就小闪避者。是。拜见公主。当兄小礼。当兄，韩姑娘来到咱西辽国的代志，想必这个消息你早就知咯。马达已经有甲我讲过，伊是专程来见我。无毋对啊。韩姑娘人呢？韩姑娘查某囡仔人，感觉甲你当面讲歹势，所以才由哀家来代替伊讲。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当兄。出所。
龙归救黎明，我望当初的情情。伊救我的性命，我会永远感激伊。但不过，叫我答应这件婚事，这是无可能。皇帝啊！参加王姐，点心，谢谢。皇帝，你虽是国王的侄儿，但是国王将你当作是亲生的囝儿看待。若论你的年纪应该就爱成婚，你偏偏唔结婚，这国王你哪会放心呢？凤姐，心里也知影讲，我早就应该成婚咯。也毋过，我总袂用娶一个我无介意的人啊。要若安尼讲，韩姑娘你是看了无介意？当兄，亲像韩姑娘这种富家双全的姑娘，你还阁伫咧看人袂介意？你是暗算这世人无要娶妻？假使若无拄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，我甘愿这世人唔娶。皇帝啊，国王最近定来破病，你安尼偏偏要为着这件代志，搁互国王来为你操心。凤姐，心里对韩素英只是感恩，并无感情啊。哦，我甘愿为韩姑娘打破铁的吹遍全国，替韩姑娘选一个品貌双全的如意郎君啊！龙主，启禀龙主，韩国牛含泪走出宫去了。哎呀，韩姑娘是一个性情真骄傲的查某囡仔，一定是拄则听到东爷爷的话，才就安尼走出宫去。哎，伊一个查某囡仔的个性，安尼先走出去，一定是凶刀吉少。我想，伊一定会去自尽。公主，这么暗啊，你哪过来丽华宫？我是来问讲，你派人去探听韩姑娘，还有消息无？无咧，也无我顾提。东爷，你敢是也派真侪人去找啊？我只是派人去找，连我家己亲亲对中午找到即阵，连一点仔影迹都无，实在是要人急死。要无安尼，我阁派人去探听看卖啊。看东爷遐尔啊真着急，莫非真是有韩素英的痴情所感动？真是真情感动铁汉的心肠。回禀太真郎，派去西门甲南门的人转来报告，讲无看到韩姑娘。过去探听看卖。是。
禀太清王，放门甲东门的人转来报告，也无看到韩姑娘。太爷，是。是韩姑娘嘞。韩姑娘，公主佮太清王到处都是伫找你，原来你就是伫这个劈水哦。韩姑娘，文强送你来去见太清王好。送我去做啥物咧？每一天，伫咧寒假节，痴情伫咧等我。我想讲伊做阮较无用，我倒来接。我毋则家己走来找伊，想袂到伊。韩姑娘，是你甲公主金色苦命，你会了解我心肝内的痛苦。伊变的痴情，我家，我想变成狗。我伫世间有啥物意思？韩姑娘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死心。太清王，伊为你真着急，急甲规暝拢足袂安心嘛。韩姑娘，我知影你袂生气记太清王，要无安尼，我来去甲太清王讲，叫伊亲自来接你好。你唔通走，你大只等我。